主席，呢一節咧，我繼續會講係我嘅修訂案嘅編號第8，係咧我近100條修訂案裏邊咧係最重嘅一條，係將整個削減相當於咧行政會議全年預算嘅開支21799000。主席，我想多啲人我至繼續講落去。陳志全議員，多謝主席。呢一節我嘅發言咧，會繼續說服大家支持我嘅第8條修訂，削減相當於行政會議全年預算嘅開支嘅。要大家支持我呢條修訂咧，我一定要喺我嘅論述裏邊咧證明行政會議咧係冇存在價值，係存在咧係發揮唔到佢嘅功用，或者咧係弊多於利。所以咧，我哋撥款去俾行政會議嘅運作咧係嘥錢嘅。我要達到呢個目的咧先至得。但係咧，根據基本法咧，我哋就唔能夠殺死行政會議嘅。咁唔撥錢俾佢，咁又點呢？其實咧，唔撥錢俾佢咧都唔緊要嘅，因為唔撥錢咧，咁行政會議就冇咗嗰啲非官守嘅議員。咁嗰啲官員咧，佢繼續係出緊糧㗎。我哋喺呢度咧都 cut 唔到佢嘅錢嘅，要喺每一個部門去做。咁如果就算呢條通過咗之後咧，繼續行政長官同埋各級嘅司局長咧，可以繼續開佢哋嘅會議，開佢哋嘅所謂嘅行政會議，亦都咧係可以如常運作，發揮功用。喺我嘅多項修訂中咧，係要求削減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嘅酬金啦，係直指行政會議嘅非官守成員制度啦，係變成一種政治嘅酬用。削減成員嘅酬金咧，就係要撕開香港喺冇正常嘅政黨政治之下咧，產生出呢一種可以叫做不倫不類嘅組織架構。咁點解基本法上邊又要有呢個行政會議呢？其實即係講白啲，就係搬字過紙，將港英時代嘅行政局化個妝，就搬咗喺基本法嗰度，繼續存在呢個行政會議。咁講行政會議，其實一定要講返董建華少少。其實行政會議去到特區政府咧，已經係類似一個叫做半部長制，即係咧要一啲非公務員出身嘅行政會議成員咧，係肩負政策制定嘅責任。如果以董建華時代舉例，就係梁振英就負責房屋啦，所以當年85000就可能入佢數；梁錦松就負責教育，譚耀宗就負責老人福利。但係呢啲高級公務員咧就必須喺立法會負責去解話、去解釋同埋推行制定嘅政策。高級公務員咧，即係傳統喺港英時代咧係獨攬政策制定嘅大權。咁喺呢個半部長制，即係有呢個行政會議之下咧，其實會對佢哋咧構成咗一個政治同埋心理嘅威脅。
亦咧係為行政長官同埋高級公務員嘅衷誠合作咧係造成障礙。呢個可以做一個好簡單嘅對比。其實喺港英時代，例如當彭定康政府係咧願意下放若干嘅決策權力咧俾高級公務員，係重視提升施政嘅效率同埋咧施政嘅透明度嘅。但係而家嘅行政會議咧係將決策權集中喺行政會議，講咧就係咁啦，但係有傳咧都係集中喺行政長官一人，所以咧我哋亦都提出咗咁多嘅修訂，無形中咧限制咗高級公務員嘅決策權。處事咧係議而不決，我上一節亦都講過呢個發電視牌嘅問題，唔再重複。領導班子咧亦都係被評為咧欠缺處理香港內部突發事件嘅能力㗎。咁講返，其實呢個行政會議咧，屆屆嘅行政長官咧，都係誓神劈願咧，就話要大力去改革呢個行政會議，包括係重組行政會議。曾蔭權咧就講過，要令政府政策更能收集施廣益之效，優化施政質素，使政策更能獲得社會各界支持。為咗達呢個目的咧，邀請更多來自不同社會背景嘅傑出人士進入行政會議，參與最高決策過程。即係每一任特首，包括梁振英咧，都講過類似嘅説話。但係到真係發生嘅時候係點呢？呢一節咧，我係想從基本法嘅角度咧去講行政會議本身咧已經係一個咧係怪物。咁所以咧，我頭先話要 cut 咗佢嘅預算開支，寧願咧係要返行政長官同官員咧去處理、去制定政策咧係更加好。其實市民或者係坊間嘅文獻咧，對行政會議嘅提及咧係好少嘅。咁最原始我哋可以返去基本法第54條至56條咧係有討論呢個行政會議。第54條就係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係協助行政長官嘅決策機構啊。但係咧基本法咧被指咧一路都學者都話咧係非常之含糊去界定行政會議嘅角色。好似頭先我提呢一條54條咧，係協助行政長官嘅決策機構。大家記住決策呢兩個字。咁咧，跟住去到第56條咧，我唔講55條啦。56條咧就係行政長官喺作出重要決策、向立法會提交法案、制定附屬法規和解散立法會前，須徵詢行政會議嘅意見，但人事任免、紀律制裁和緊急情況下採取嘅措施除外。仲有一句好重要嘅，呢句咧亦都係被詬病喺真實嘅行政會議嗰度咧係發揮唔到，所以咧導致我哋咧係提出呢啲咁重嘅修訂案。行政長官如不採納行政會議多數成員嘅意見，應將具體理由記錄在案。嗱，頭先我講54條就係講到行政會議係協助行政長官決策嘅機構啦。第56條就規定喺正常情況之下，行政長官作出重要決策之前要徵詢行政會議嘅意見啦。但係咧56條就講到係，如果佢唔按行政會議多數成員嘅意見行事，係一件非常嚴重嘅事。頭先我哋引基本法都講到啦，佢需要將具體理由記錄在案。但係咧，基本法咧就冇包含任何機制可以迫使行政長官咧係解釋點解佢未有重視行政會議嘅意見嘅。嗱，第一，呢個模棱兩可嘅地方咧係源自兩個好重要嘅概念，包括係決策啦同埋重要呢兩個詞語。行政長官咧可以自由決定決策嘅意思。我唔好抽象咁去講個概念，係舉一個實例。譬如到底要改變政府現有嘅計劃係一項決策啊，抑或係一項管理上嘅決定呢？譬如取消勞工處，將佢嘅員工同埋職責咧調配到教育統籌局，咁係一項重要嘅
政策嘅事務啊，抑或係一項大規模但係只屬慣常嘅行政重組工作呢？嗱，我哋睇返喺殖民地時代嘅行政局，高級官員採用咗兩個非正式同埋完全主觀嘅概念㗎。如果過去曾經就一項課題徵詢過行政局，政府對有關課題嘅意見有任何重大改變呢，均會告知行政局嘅成員。第二就係有關新嘅議題，高級嘅官員包括港督啦、政務司啦，同埋其他相關嘅司局級嘅官員呢，會評估行政局議員會否覺得政府喺作出決策之前，應該就相關嘅事宜呢係徵詢佢哋嘅意見。基本法呢界定咗若干必須提交行政會議嘅事情，其中呢最重要嘅呢係新議嘅立法建議。咁有兩個論點呢，睇嚟係似乎係相當合理嘅。嗱，原則上最起碼政策應該包括係所有立法建議去提供理據同埋解說嘅內容，以及呢，如果謹慎咁從政治角度考慮，如果行政會議成員可以就草案本身作出有根據嘅決定呢，有關嘅法例呢係嘅所有嘅重大事宜呢，均應交由行政會議呢係審議嘅。政府呢亦都需喺制定附屬法規之前呢係徵詢行政會議。呢條條文呢其實係非常有指導性，佢呢明顯嘅用意係防止行政長官呢係自把自為、自行去立法。基本法呢接納一點呢，就係香港嘅立法呢係需要一定程度上係由社會嘅代表正式通過。如果係實質嘅法例，相關嘅草案呢係必須由立法會通過。如果係附屬法規，行政會議呢必須呢係有機會去反對佢嘅內容，因為呢基本法呢係預設咗行政會嘅角色係要呢喺政府嘅核心保障社會嘅利益，而且呢要喺基本法嘅創設嘅議事廳呢係擔任行政長官嘅最高級嘅顧問。但事實上呢，呢一個論點呢係可以爭辯，因為第54條同56條呢係造成咗呢一個係衝突喺度。主席，我想多啲同事喺度，我先去解釋呢一個衝突。我想點算人數。陳志全議員，多謝主席。
頭先咧可能都講得太過專啦，其實簡單嚟講咧，就係要回應一個問題，就係點解唔係行政長官同一班官員去開會去決策咁樣嘅話咧，係日日開都得啦，唔需要係禮拜二朝早先至開。咁點解要揾一班社會各界人士呢？咁其中一個就係集思廣益，另一個呢，根據基本法呢，都係有某程度上呢係制衡行政長官呢嘅作用嘅。因為行政會議非官守嘅成員呢嘅目的就喺政府嘅最高層面，好似係即係安插一個包括咗一班獨立嘅外來嘅參政人士呢個群體，佢哋加入咗行政會議，可以確保佢哋有機會接觸到行政長官同埋其他最高級嘅官員，亦都使到佢哋咧有權喺政府採取任何重大行動之前呢，讓呢一班獨立嘅外來參政者呢，佢哋嘅意見呢係可以得到慎重嘅考慮。嗱，根據基本法頭先我援引過第56條呢，行政長官如果唔採納行政會議多數成員嘅意見呢，係應將具體理由記錄在案。呢個呢，就係我頭先講嘅一定程度嘅制衡。雖然個程度上係你可以話大，亦唔去到大。點解咁講呢？因為係具體理由記錄在案。我諗呢一條呢，都係援引自即係行政局時代嘅做法，好似我上一節講過嘅電視發牌制度啊。咁到底係咪多數成員嘅意見支持行政長官唔採納？如果係又記錄在案，咁記錄在案之後，下一步係點樣呢？基於行政會議嗰個保密制度，呢個就算真係即係我頭先講係假設啦，真係記錄在案都產生唔到咧真正嘅制衡作用，亦都咧對公眾啦冇一個指示嘅作用。而行政會議非官守嘅成員嘅產生過程咧，亦都係一個謎嚟嘅。謎嘅意思咧，就係由行政長官佢去委任，呢個過程係唔容許我哋任何人去干預。咁即係大家知道，當然佢會委任一啲所謂嘅梁粉係加入呢個行政會議啦。咁當然你可以話唔係喎，曾蔭權時代咁梁振英都係頂心杉，但係可能有更高層次嘅力量要將佢加入去行政會議喎咁樣。咁但係我唔係針對任何人，我而家講緊呢喺呢個制度上係發揮唔到應有嗰個制衡嘅作用。咁如果發揮唔到嘅話，倒不如就係大家接受我第8條修訂，將行政會議嘅全年預算開支刪除，就由返所有嘅官員加行政長官去決定重大嘅政策。咁其實個分別呢，對於香港市民嚟講呢，唔係好大。冇咗呢個保密原則，夠鐘。梁國雄議員，主席，政治梗係同歷史有關啦，即係呢個現在嘅行政會議嘅制度咧，大致上係應該係喺呢個中英談判嘅時候咧，係確鑿咁保持翻落嚟嘅一個，即係以前嘅行政局嘅會議。咁自然咧就經過咁耐，呢一個咁嘅寫落嚟嘅條文，俾呢一個行政會議嘅權能咧，就係打晒折扣㗎啦。第一，正話阿陳志全議員就話喂，譬如講話第56條，行政長官如不採納行政會議多數成員的意見，應將具體理由記錄在案咁樣。咁啊，陳議員咧就話啦，咁你又係保密嘅，咁你記錄在案做咩呢？俾自己睇啊！喂，喺呢個港英時代真係唔同嘅喎。除咗係由呢一個即係喺麥理浩之後，由衛奕信嚟
係由呢個外交部做之外咧，其餘全部都係殖民地部嘅，即係殖民地次官嘅等級。咁老實講，你寫低咗咪俾翻殖民地部睇咯？你唔可以毀屍滅跡啊！當年嘅即係所謂班，即係全部都係班嚟㗎啦，冚唪唥都係嗰啲怡和啊、渣甸香港上海匯豐銀嗰啲大班喺度坐。嗱，喺度坐嘅時候，如果在地嘅英資嘅機構反對一個由殖民地派去嘅總督，咁咪記錄在案咯，咪俾翻殖民地部睇咯。睇咗之後，到底有冇公斷呢？就由佢哋去搞。嗱，而家第56條就不可解嘅，咁佢保存咗，咁俾邊個睇呢？俾中聯辦睇，因為俾邊個睇呢？唔知喎。所以你話呢一條寫落去，其實就真係殘缺嘅。到底俾邊個知呢？俾翻某個特首走啊，知道反對過人哋幾多次意見啊？因為冇人可以叫佢拎出嚟嘅咯，而家。所以你睇第一個睇落去，呢個垂死嘅制度嚟㗎嘛。嗱，其實個問題在於咩咧？我哋無論喺度聲嘶力竭講咧，修改基本法好難。呢個係一個被逼接受落嚟嘅一個歷史嘅遺產嚟嘅，所謂遺產啦，係咪？或者被逼接受嘅一個歷史上面嘅我哋嘅一個不能不接受嘅嘢。你讀翻上去，你睇下第54條，主席，基本法第54條，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是協助行政長官決策的機構，不可解。點樣協助佢呢？即係諮詢啦，係咪？即係話行政長官叫班人翻嚟，當呢個行政長官抉擇之前呢，可能要問一問佢，但係咪真係要問佢呢？當然係要啦，因為56條嗰度講咗，如果唔採納行政會議嘅多數嘅意見呢，應該將具體理由記錄上去。但係有一個大嘅遺漏，主席就係行政長官唔中意俾你知，咁咪點啊？你做過我嗱，你唔使話俾我聽，你要保密嘅。如果行政長官心血來潮或者一樣嘢，明知道你班友上到嚟飲杯奶茶頂心頂肺嘅，佢唔話你聽，咁又可唔可以制衡行政長官呢？係咪話如果呢一個根據第54條，行政長官做咗一個重大，做咗55，做咗56嘅規定嘅嘢，而不話俾佢聽嘅時候，係咪唔得嘅咧？冇講，即係話隨心所欲。固然如果你話咗俾佢聽之後咧，你自己戇居，話俾佢聽之後咧，佢反對咗你就唔好意思啦。雖然間嗰個記錄咧都係束諸高閣㗎啦，冇人睇到㗎啦，因為保密啊嘛，冇人睇到，或者留翻個記錄，有人話喂，有人喺度即係同有關方面即係話有機會攞嚟睇嘅人，我就攞唔到啫，有人攞到嚟睇咁就喂，嗰個特首好離譜喎，乜喎，咁可能特首對上嗰個人不知係何人啦，係咪？因為最近梁振英都辣椒之前都打，咦？喂，江亞松，梁議員請你翻去嗰個議題。唔係，但係呢個真係不可解啊嘛！我要證明呢個制度本身即係依花嘥藥費嗱。如果呢一個行政長官唔採納行政會議多數嘅意見，應該將具體理由記錄在案，係有人睇嘅。咁我哋應該語文啦，即係邊個負責去睇啦？邊一級嘅人去睇啦？係到底根據咩嘅規定去睇咧？係唔知嘅。嗱，咁所以係第54條一讀落去咧，就即時已經話咗係廢柴㗎啦。你係協助他人決策，他人決策嘅時候，中意你幫助決策咪協助咯，不需要你協助就不協助。佢係定咗嗰樣嘢，同我哋係唔同嘅。我哋立法會係咪假假地，我哋都可以提政府拎啲嘢嚟，我哋話喂唔得喎，唔好意思喎，唔好拎翻去喎。雖然而家好難啫，
佢都要咁做啊嘛。所以呢個真係廢到不廢，所以佢係冇一個特別嘅章節嘅，係喺特首底下寫個章節俾佢。第55條咧，就係講佢個成分嘅嗱，主席，其實講嘅又係等於冇講嘅。行政機關嘅主要官員，即係問責官員啦，而家叫做應該係啦，或者由問責官員嗰個定義衍生出嚟嘅主要官員啦，立法會議員，即係你同我都係啦，和社會人士中委任咪即係全部咯，係咪？即係話唔准委任唔係社會嘅人嘅啫，咁又邊個唔係咧？即係唔准委任乜嘢咧？佢嘅任免係由行政長官決定，即係話委任嘅時候係免佢又係，其餘嗰句就唔使寫啦，就即係佢任期唔能夠長嘅行政長官可以理解㗎啦。嗱，呢一個咁嘅第55條規定咧，其實係令到行政長官咧可以隨意增減嗰個委員，令到嗰個成分咧，中意就係佢多，中意咧就係主要官員多，中意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多，中意就係社會人士中委任。你係已經花咗一段時間咧批評基本法裏邊有關呢個行政會議。我唔係批評基本法，因為我想你講清楚，到底你而家講嘅同你現在呢一個修正案有啲咩關係？有，你減到1000蚊，咪即係叫佢死咯？即係等於你而家話建議罰我，因為我呢度唔乖，每個月俾花1000蚊人工，我即係叫我唔好做議員嘅啫喎，我一定唔會做喎。所以我而家嚟講嘅就係話要從制度上面係解釋點解要俾剩1000蚊佢啊嘛，唔係俾一筆不可解啊，即係殺咗佢咯，暫時殺咗先咯，造成一個既成嘅事實。咁到底係基本法改啊，抑或係要做一個補救咧，就好難講啦。嗱，如果唔係，你俾1000蚊佢做咩咧？你唔係殺咗佢嗱，所以我要爭取市民諒解，我支持俾1000蚊，或者係其他嘅議員係諒解我係俾1000蚊咧，一定係要從一個制度上去講嘅，即係話呢個制度應該廢咗佢。嗱，主席，其實係有緣變嘅。曾幾何時呢個董建華搞呢個問責官員制嘅時候，搞咗問責制就有呢個3司12局。我記得有一排係司局級官員都一齊開會嘅，唔係好似而家咁咧，嗰啲局長咧就唔使去開會嘅。喺嗰個時候嘅行政會議咧，好明顯強勢領導啦。我數人頭數贏你，即係話我話俾你聽，主席，即係話廢咗第56條嘅行政長官如不採納行政會議多數成員的意見，應將具體理由記錄在案，即係廢咗呢條嘢。因為咧，點解咧？由特首去委任嘅問責官員變成咗行政會議嘅多數嘅時候，我問你啦，第56條係咪要嚟做咩咧？兵變啊！兵變先至會出現嘅喎。所以你睇到啲特首喺呢幾條裏邊咧玩到真係你中意點就點㗎啦，係完全不在心嘅，完全係一個俾佢轉好大空子嘅遊戲。嗱，如果你話第55條裏邊係有規定成分嘅，好似我哋嘅基本法嘅附件1、2寫明嘅800個選委，邊咩界別？喂，冇得走雞嘅喎，係難越雷池半步嘅喎。你而家呢度就搞到咧，嗱，幾多個立法會議員又唔知，立法會議員入去制衡佢又唔知，或者有一排嗱，我話俾你聽，而家就到梁粉啦，梁粉當道咪多咯，多呢個社會人士咯，唔夠班嘅又入去，總言之壓咗個位先，即係話特首係可以透過喺成分上面冇規定到佢點樣去委任一個機構協助佢去做決策，係消滅咗
第56條對佢嘅唯一嘅制衡，即係話寫低嗱，邊個睇同唔睇我唔知，我唔同你拗啦。可能有人睇，有人唔睇。你話咁樣嘅制度，俾特首係可以搓圓撳扁，即係話透過佢自己嘅喜好，透過佢喺邊一個sector，就喺邊一個範疇裏邊係有影響力嘅，佢就係一個委任。我覺得呢個制度係非常之壞，所以我認為，如果你俾錢佢，咁咪即是俾錢一個隨時可以俾人哋亂咁去舞弄嘅制度。嗱，仲有一樣啊，第56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會議由行政長官主持，咁就當然係啦。嗱，佢有幾樣嘢係要做嘅。在咗重大決策之前，就重大決策係咩咧？冇講，反而咧喺立法會向立法會提交法案或者制定附屬法例嘅時候咧，就需要向呢一個行政會議咧徵詢意見啦。但係有一樣嘢，人事權同埋紀律制裁呢啲係唔使嘅。嗱，放喺香港呢個現實係點樣咧？就係話其實行政長官向呢個即係行使佢嘅行政主導立法權之前咧，就係由呢一班人去俾行政長官問嘅。問咗之後，行政長官最差嘅就係記錄在案啫，即係話呢一班人為香港市民去做嘢咧，係做唔到嘅。佢只不過係俾佢過問一下啫嘛。所以老實講，你俾公帑，我哋以前被逼俾公帑俾個總督，係因為英皇制誥、皇室訓令，咪冇計啦。咁我哋而家有咗基本法之後，憲法俾我哋嘅權利當然係立憲權，但係有一個叫做憲立權。何謂憲立呢？根據憲法而衍生出嚟，去制定相關不同層次嘅法規，去制衡界定呢個政府嘅權限同埋人民嘅權利，或者係政府內部組織嘅分工以及制衡。但係我哋冇行使到呢一個憲立權啊嘛，即係話由於憲法嚟之後，我哋去制定法律規定、行事原則，去咁樣做啊嘛，我哋冇做到。好啦，15年經歷咗3任嘅特首，佢冇自我改良，反而越搞越禍。咁我哋點俾錢佢呢？所以我覺得公道咁樣講，我哋無需要去修改基本法，但係喺我正話講嘅環節上面，受過政府嘅主導嘅立法，不違反基本法。譬如間你話規定行政長官嘅機關嘅主要官員係乜水，或者係3司就3司，3司12局就12局，或者立法會議員若干成分，社會人士係幾多？你要規定啲咁嘅嘢啊嘛！你唔規定嘅時候就冇用。其實一個政府有濫權固然係唔啱，但係瀆職都唔啱㗎喎。當憲法俾咗權利你去行使你咁大嘅權力嘅時候，你梗係會制約你自己嘅權力啦，或者係喺你內部嘅權力嘅行使上邊有明確嘅追隨啦、遵從啦，令到大家監察你啦。而家冇做，咁老實講係1000蚊到嘅啫喎。有冇其他委員要發言？陳偉業議員。主席，即係我覺得梁國雄議員呢就未能夠好清楚解釋到家下現時成個行政會議運作上嘅問題，或者家下嗰運作上呢已經到一個災難性嘅情況。就主席，我哋都嘗試想向政府了解行政會議嗰個出勤率嗱，你要了解一個嘅組織。嗰個嘅表現點咧，有好多方面嘅量度嘅指標啦，係咪？譬如民調係一個呢個組織，實際上喺嗰個嘅領導方面同埋政策制定方面，係咪令到市民感到滿意？
即係當你政府即係嗰個嘅不滿意度逐步呢個嘅增加嘅即係梁振英由佢上台開始咧，即係好多民調都充分顯示咧，即係佢嗰個嘅支持度咧係不斷下跌嘅，即係佢個支持度近期咧係去到董建華落台嘅時候，即係相差不遠，有啲時候咧係仲差過董建華落台嗰個嘅時候。嗱，呢啲都話係民調，即係市民嘅意見即係究竟會唔會迫使到中央即係叫呢個嘅689頭痛下台？咁呢個我哋有待觀察啦。咁但係除咗呢啲所謂嘅主觀嘅觀感之外咧，一個最重要嘅就係有關人士究竟個出勤記錄係乜嘢？嗱，立法會議員個表現咧，有呢一個嘅天主教。主席，我希望用17:3去睇下立法會議員嘅出勤率同埋表現。請你點人。請議員返回座位。陳偉業議員，請你繼續發言。多謝主席。嗱，主席頭先我提到咧，就呢個行政會議冇呢一個嘅出勤嘅記錄咧，係令到呢個嘅公眾係無從知道，即係議員嘅表現同埋出席呢個會議嘅次數同埋個情況。咁就立法會，正如頭先我所講咧，即係所有嘅會議嘅，當然所有會議公開啦，而議員嘅會議嘅記錄咧，即係亦都有議員即係嘅出席嘅清楚嘅情況。咁當然即係出席有啲到一到跟住失蹤嘅都當一次出席。咁當然嗰個記錄本身咧係有地方係值得商榷或者值得改善，但係基本上咧所有嘢係喺陽光底下嘅。咁但係行政會議咧係喺個嘅黑箱裏面，即係整個行政會議嘅運作可以係100%咁講係黑箱作業，係嘛？一來個保密制咧，即係議員就翻政策嘅取向係點咧，個別唔可以表態。咁喺呢個集體負責制之下，即係決策完之後咧，就即係個別出嚟咧，可以就翻政策嘅決定保駕護航，即係呢個係為政府嘅政策咧可以表述或者係解釋。咁但係個過程個政策制定嘅過程咧，佢哋亦都唔可以表示即係佢哋嘅意見，即係描述佢哋當時嘅討論政策嘅時候，究竟個意見係點樣？咁呢一個嘅情況係令到公眾係完全冇可能，係完全冇可能知道呢一個嘅議員咧，究竟有冇為呢個嘅市民反映呢個嘅民意據理力爭？就算係政府嘅政策，好多時呢個唔合理嘅話咧，即係有冇代市民呢個嘅表達佢哋嘅意願？咁我哋習慣咗喺呢個議事堂經常都投票書㗎啦，好多我哋要求政府都唔接受啦。咁但係基於喺陽光底下
喺呢個嘅電視直播、呢個傳媒報導情況之下，當然我哋有時有啲報導有啲意見被扭曲，但係基本上市民都知道我哋嘅投票嘅取向呢，我哋嘅政策取向係點呢？市民基本上都知。咁但係行政會議喺呢一個嘅黑箱裏面呢，議員嗰個嘅表現呢係無從得知，而更加冇呢個出勤嘅記錄呢，亦都係一個好奇怪嘅現象。佢唔係冇職員喎。唔係行政會議嘅嗰個運作開支咧就800幾萬，有14個職員、3個秘書，但係竟然連最基本嘅資料都唔能夠呢個提供。我哋另外問到一啲資料咧，亦都係值得關注嘅。呢個係梁振英委任嘅行政會議嗰個嘅成員運作之後咧，有一個嘅特別高嘅數字咧，就係基於利益呢個嘅衝突嘅理由呢，而呢個嘅避席，即係避席嘅次數呢，喺2012年最近呢2個月呢，嗰個嘅避席次數呢係高達30次嘅，如果同先前比呢，譬如同一個嘅時期呢。譬如2010年係得24次，2011年呢係得26次，咁但係喺呢個嘅2012年後半年呢係高達呢一個嘅30次，咁所以嗰個數字呢係反映到我自己就猜測懷疑呢，可能喺嗰段期間係傾好多呢個嘅樓價嘅問題啦，或者係政府處理呢個嘅樓宇嘅控制樓價方面嘅措施啦，咁可能就基於嗰個討論嘅政策嘅問題呢，係多咗人避席，但係同其他年份比呢，同其他嘅期間比呢，行政會議成員嘅避席嘅次數之高呢，可以話係一個嘅好獨特嘅現象。咁證明呢，當你委任議員嘅時候呢，當啲議員可能涉及到嘅利益範疇多，譬如你個行政會議成員多，行政會議成員係擁有大量嘅物業，咁所以喺討論到有關呢個嘅樓價控制嘅有關嘅措施同埋政策呢，就會好多議員呢係要求呢個嘅避席。當然呢個係行政會議嘅基本嘅程序或者係個規定，咁但係當你嗰個政府要考慮某啲政策嘅時候，多議員避席咧，係反映嗰個組成部分咧係有一定嘅問題嘅存在。咁而呢一個嘅情況咧係必然同公眾嘅利益有關，因為當你嘅成員涉及到某啲嘅利益特多嘅時候，公眾利益嘅照顧咧往往係被忽視嘅。你從階級論又好，從呢一個嘅群體嗰個嘅利益分佈嗰個嘅分析又好，呢個係好自然傾向嘅現象，係嘛？譬如你港英年代就委任晒啲大班，頭先長毛講咗啦，係嘛？怡和渣甸或者係呢個嘅匯豐嘅大班入去呢個行政會議成員，咁當然呢個嘅港英嘅利益，港英啲大財閥嘅利益，同呢一個嘅管治嘅利益係一致嘅。等同喺呢個回歸之前，將一啲嘅華資啲大財團嘅代言人委任入去呢個行政會議其實現時都有啲㗎，現時都有一啲係香港啲大財閥一啲嘅代言人呢，喺呢個行政會議裏面呢，亦都有一定嘅代表喺度嘅。咁呢個嘅利益嘅申報，再加呢一個嘅出勤，嗰個嘅出勤數字嘅缺乏，係令到呢個行政會議嘅表現呢係受呢一個嘅公眾嘅質疑。陳慧議員，我睇唔到你而家講嘅內容呢，同你提出嘅呢個修正案有啲咩關係？主席，嗰個修正案呢係建議削減佢哋嘅人工唔同數目嘅行政人員。行政會議成員各1個月嘅酬金，同你正話講呢大番薯有咩關係呢？主席，正正就係行政會議成員嘅表現欠佳，或者係缺乏明確嘅出勤嘅記錄。咁我
提出呢11個嘅修訂，削減佢哋1個月嘅人工呢，就作為一個懲罰性嘅即係罰則啊。咁就當然喺其他嘅修訂，有部分嘅議員係全部削減晒呢，我都支持嘅啊。咁所以喺我上一次嘅演說裏面呢，我已經講咗喺嗰個嘅處理問題方面，我係提咗較溫和嘅建議。我認為你嘅應該發言呢係集中説明你提出嘅呢10多項嘅修正案點解咁樣建議法。你應該呢方面嚟説明。我稍後就會就翻11個嘅行政會議成員削減1個係點解，削減2個係點解呢？我會逐項就會即係解釋啊，或者我可以進入呢一部分啦啊！如果你咁有興趣，即係我喺呢一方面嘅理解嗱。我只係提醒議員呢唔好離題，點解嘅啫？因為你嘅修正案咁嘅內容，你應該圍繞你嘅修正案內容發言。係主席，我係先講咗嗰個整體個框架，然之後咧就入到嗰個細節，因為即係涉及到呢個行政會議嘅表現咧，好多人未必理解現時嘅問題嘅嚴重性嘅。咁我只係先論述咗呢方面嘅情況咧，咁我跟住就會引述即係論述翻我自己嗰個嘅修正嘅重點。嗱，喺我嘅修正裏面有11個修訂嗰個議案裏面有11個咧，就其中第一個咧就係刪減1位行政會議成員1個月嘅人工。嗱，你睇翻家下現時即係行政會議裏面啲人士咧，嗰個嘅代表性同埋佢個表現咧係受到公眾嘅強烈嘅批評同埋不滿嘅。其中一位就係林奮強先生呢個嘅修訂咧就係減佢1個月嘅薪酬咧就係67,390蚊。嗱，其實佢已經休假咗一段時間㗎啦，主席咁佢已經基本上係冇履行呢個嘅行政會議成員嘅職責，即係照計咧應該就罷免佢添。如果我有權嘅話，係嘛？即係按立法會嘅規定咧，如果有個議員即係數以咁多個月都冇履行職責咧，嗰個議員嘅身份都被呢一個嘅取消㗎啦。其實咁，但係政府到今日為止咧，關於呢位議員嗰個嘅身份咧，仍然都係屬於呢個嘅休假即係其實政府應該要盡早咧要作一個嘅決定。咁所以如果係有機會要起碼削減人工嘅話，呢個林奮強先生咧肯定係第一位要被削減人工嘅議員。嗱，就其中佢嘅問題，我唔詳細呢個嘅評論啦，涉及到佢嗰個嘅涉及即係可能呢個利益衝突，即係有關嘅問題咧，同埋有關佢買樓嗰時嗰啲佣金處理嗰啲混亂，或者係前言不對後語，或者係被可能即係唔少人懷疑佢可能即係未必係透露事實嘅全部嘅問題咧，呢個係令到整個行政會議失信於民，亦都令到整個行政會議咧係受到呢個嘅形象上咧受到強烈嘅打擊。咁最不堪嘅咧就係林奮強係梁振英即係差唔多係欽點呢個689欽點嘅一位行政會議成員即係話好欣賞佢嘅才能，亦都欣賞佢嘅經驗而特別揾佢嘅。咁其中有一部分嘅行政會議成員，當然即係大家都估到可能係呢個嘅中聯辦推薦㗎啦，係嘛？咁但係好明顯，林奮強咧就被視為梁振英其中一個嘅即係親信又好重點栽培嘅人士都好啦，但係基本上就即係同呢個689嘅關係咧就被視為即係較為呢一個嘅密切嘅。咁所以如果可以削減佢嗰個嘅薪酬咧，我覺得係絕對呢個嘅適合。咁如果有機會削減2個嘅咧，主席喺我另一個修訂裏面咧係2位行政會議成員嘅咧，第2位我要削減嘅咧就係呢個嘅張志剛。嗱，咁2個夾埋咧就係134780蚊咁呢一個嘅頭先有其他嘅議員咧
都就翻呢位阿張生即係都作咗多樣嘅批評㗎啦。其實佢嗰個嘅委任呢，係令人感到極為憤怒嘅啊！即係一來過去多年嚟，佢喺呢個公眾政策方面嘅評論又好，或者係呢一個嘅建議又好，即係睇唔到佢有呢個嘅傑出或者係重大嘅參與。一般人嘅感覺呢，佢係一個嘅即係所謂親共嘅打手，政治打手啊！因為我同佢喺呢一個嘅把酒當歌，過去都多次交鋒㗎啦，係嘛？啱啱上個禮拜去做呢個客席主持添仲。咁但係佢個政治嘅定位呢，可以話被視為呢個嘅香港嘅其中一個左派嘅一個嘅代表，即係左得嚟，唔係話呢一個嘅階級論啊，或者係呢一個嘅馬列主義方面，即係嗰個嘅政治理論嘅思想。而家行為上，即係一個嘅政治打手嘅身份呢，就俾人哋有呢個咁嘅觀感。一個咁樣嘅成員喺裏面，更加即係參與呢個教育方面嘅工作呢，係令到香港市民，特別係唔少家長呢，即係感到極為呢個嘅恐懼啊！呢個咁嘅擔憂呢，係令到對政府成個信心呢，係出現呢一個嘅動搖啊，同埋出現呢，即係一種呢恐慌性嘅情況。主席唔該點人。